哎，你拿尺子比一下，把棋放在中间的。你帮我看一下那个程序怎么样？第一个，哎，你快一点，快！哎，程序我们一起开始啊，都是延迟0.5秒。还差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好。别多看，小一点。别动啊！马上就知道了。好，声音。